你提需求，我來免費給你設計。這套香港居屋安秀苑，3到4人單位間2房3床設計，老闆需要整體聯式風，寸土寸金的香港，這樣做美觀又實用。客廳奶黃配色，提升整體溫馨。電視背景牆做深色格柵，定制矮櫃提升儲物。客廳動線流暢顯闊落，主臥淺色輕奢風，靠窗更敞亮。貼牆做到頂，衣櫃提升儲物，衣櫃延伸做書台，降低高度代替床頭櫃，隔壁做兒童房，上床下書台組合功能性更強，做梯櫃上下，小空間滿足儲物學習加休息，重新擺放地台床，做相同空間設計，靠窗通風更顯闊落。更多兒童房案例免費諮詢，廚房也需要多花心思。L 型廚房動線流暢，配色做上淺下深更高級，定制櫃體安放雜物更整潔。樂卡全屋定制，你提需求我來設計，更多案例主頁諮詢，快來 PM 我啦！